哎，就可以了。你管我！哎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啊，一口不搞这天，阿哥回来了嘛？那就演到那个女人呐，跟一个男人在床上，突然拿出一个冰锥，一直刺那个男的。哎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阿姐，我把学校的工作辞掉了，我想要帮我妈专心经营她那个花店。我想啊，到酒店啦、茶楼啦接一些订单回来做，你说这好不好？俺了，阿姐俺，俺今晚去见面空间呀。什么？你上当一个在多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上当了也多来的耶。你不腻吗？啊，也多来个包了呢啊！这次又要假装什么人了？没多嘛个恋爱。是哪一个女人呢？拿错单没的。啊，好久也老早也别结过久了，se puede做那个做像爱那也都是做样嘛啦。你太夸张了吧？想吃我豆腐是不是？我说烤猪肚怎么样？没讨厌。